这是咱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5章27节到32节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5章27节到32节。咱每一个页本伫银幕顶悬。这个代志了后，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抽象的名叫利未，名叫利未，坐伫乡官就甲伊讲，对我。伊就放下一切，起来对伊利未为着伊办大宴社，伫因兜有抽象的，以及别人坐坐，甲因同坐倒。法利赛人甲因的经学师对伊的学生尿尿念讲：恁啥事甲抽象的，以及歹人啉食啦？耶稣应讲：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，若是破病的人就对。我来，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来反悔。以上，即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人际高手，角色的高手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要听到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主你的带领，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伫即礼拜中间，世界有真侪无平安的事，但是阮依然得到主你的看顾，献上阮的感谢。啊，伫主日，阮有即种福气。求主伊，互阮或者，像是阮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；像是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是咱一个福音主日，就是希望咱会当引带咱还未信的这亲人朋友，会当来。借着福音主日，会当到伫咱中间，咱来相甲来学习。当咱要相甲学习，伫今年咱的这主题是讲，人要有即个好的人际关系，特别是咱讲做基督徒，咱更加需要有好的即个人际关系。因为主伫要就天以前，伊有咱一个大使命，这个大使命就是爱咱去互万百姓会当讲做主的即个门徒、主的学生。第二，就去奉主的名，互伊行洗礼，就是伫主内有一个团结的生活。第三，主所教示的，互因会当遵守去行。你要将这个大使命要来完成时，人甲人中间要有一个真好的关系，才有可能去完成。若无人也无可能会和你来交际，爱和你来讲这进一步这维护的。所以咱要来学习安怎讲做这个人际的这种高手伫咧。但咱按身为5个角度伫遐来看。就是咱顶个月已经讲去关系，然后今仔日咱要讲到角色，然后咱佫刷了有拢总有5讲伫咧。那伫顶会咱顶个月所看伊即人际关系高手中间，咱看见即个关系所讲起的，原来人甲人的即个关系，毋是咱想要安怎就安怎，伊个源头咱倒转到伫源头中间。咱所用的圣经在底下讲到亚当甲夏娃，上帝创造即个宇宙的时阵。伊看这逐项代志拢是好，唯一无好就是敢若一个查甫人安尼一个无好，所以佮创造夏娃互亚当。所以亚当看到即个夏娃的时，头一句话讲安怎？你就是我肉中的肉，骨内的骨。迄是看到非常看到真真实的，无拍算即个蛇来引诱即个夏娃的时阵，伫遐食迄个仙恶果的时阵，然后开始上帝。伫遐问讲，恁是毋是去食着无应该食的时阵，马上迄阵关系就开始变啦。亚当讲安怎？讲就是你创造迄个查某人，这夏娃就讲你创造的即个蛇，人的关系开始就无好。原来是肉中的肉，骨中的骨，即个是不在是啊，是讲你所创造迄个查某人。咱关于人甲人、人甲上帝关系若拍歹的时阵，人甲人的关系就无好。毋若甲人甲人，咱家己嘛无好，甲即个万米嘛变无好去。所以咱伫顶会，咱学习着讲，人甲人要建立一个真亲密关系，咱需要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。为什么要安尼？因为咱每一个人若用家己做主人的时阵，咱拢自私，咱拢爱家己，拢干那想着家己那点。逐人若拢想着家己，咱哪有可能人际关系会好？即个世界会美好，无可能。但是咱若有一个非常公正的即种真理伫中的时阵，逐人拢仰望伫即项，迄是袂变的时阵，大家的关系就开始拢共款的标准，咱自然就会好。迄个袂变的是啥物？就是主。当主伫
伫咱每一个人拢主捌看伫主的时，咱的标准拢共款，咱自然就会当有即个共同的维护、共同的关系伫遐来建立起来。就讲咱咧看十字架共款，主要说伫中是互人甲上帝会当和好，人甲人中间嘛会当和好，因为咱拢注目伫主的即种架势中间。所以咱伫遐学习讲，头一个人际关系，就是因为咱甲人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，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人甲人关系才会当伫遐来亲密，才会当伫遐来和谐伫咧。那今仔日咱要为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为角色来看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角色。他伫个无共款的角色中间，你要安怎来看人际关系？要安怎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好？咱看咱伫即个世界，伫咱的社会中间，咱甲人相用拢是人甲人的即个关系。但是人甲人的关系，即个基础中间是咱需要来认捌两项代志。头一个就是讲，我安怎来认捌我有接纳我家己也无？还是讲我安怎来认捌别人到底是几罪？我会当来接纳别人？大家可能看会讲啊，这个足简单的，无遐尼简单。咱看见咱的世界中间，有真侪人伊是自暴自弃，伊看无家己，伊甚至有别人否认伊的时阵，伊嘛感觉对我就是遮尔啊无好的，所以就开始伫迄所在无咧认真，啊，诚做一个，逐人感觉讲伊是安尼真无要上进的人伫咧，迄就是伊无真正认捌家己，伊也袂当接纳家己。然后伊所做出来就是安尼，但是咱若要认识别人的时阵，咱敢有真正认捌着伊？啊，是咱用咱的主观为主，开始就伫迄个所在，用咱的标准咧看对方，所以咱就变做无办法接纳着别人。但是咱伫社会中间，人甲人的这关系，咱真需要有这个部分。咱对咱家己有真认捌无？咱会当接纳咱家己袂？然后咱会当对别人，咱毋知熟悉会当接纳袂？但是安尼要安怎来熟悉对方？通常咱拢用三种方法，问三个问题，要来熟悉着对方。当咱人啊介绍咱的时，咱可能就对伊的喙内底问这三个问题，然后咱就当茫咱照着安尼来熟悉伊。头一个就讲，伊看起来到底是怎样？其实咱要知影，毋是干那伊的外表，包括伊的内在是如何。咱看伊的外形，伊的人格特质是安怎？伊的处事，这待人接物的这个风格到底是安怎？主要咱是要知影，这个人伊的性格是啥物？还是简单讲来讲，伊的品格到底是如何？你要熟悉，你才会知影讲，这个人我逐日我去熟悉伊无？还是会当进一步伫迄个所在来熟悉伊？头一个这是第一个，伊看起来到底是怎样？第二个讲，伊做了如何？就是讲伊的能力到底是如何？伊的表现是安怎？伊的工作的能力是啥物？伊的成就到底是安怎？伊甲别人比起来是安怎？伊有啥物我欠缺部分？所以我真意啊要来熟悉伊，然后我就让对伊来得到一寡帮赞。这是第二个问题，咱会去问的。伊也要知影。第三个，伊到底有偌重要？就是伊的影响力是如何？伊伫即个伊的即个公司内底即种表现，伊的能力是安尼，伊到底是真正是这公司所需要？所以即个公司有安怎我需要伊，还是安尼？伊的贡献多，伊的需要多，伊的价值到底是如何？伊的影响力是如何？所以咱普通咱有真侪人无一定用即种三个问题，伊甚至更较侪问题，因为伊也会当真清楚即个人了后，伊才会当讲进一步决定伊要安怎。但是通常这三项已经会当真影响到伊的这个决定，伊到底有熟悉这个人，伊要来接纳这个人啊无？其实咱毋若看别人是安尼，咱看咱家己的时阵，咱嘛在乎别人看咱是如何。别人咱家己嘛常常感觉讲啊，我安尼表现毋知安怎啊，我毋知安尼互人的感觉是安怎。所以你伫迄个所在，伊常常你嘛问家己，看知影别人对咱看的这三方面到底是安怎？但这三方面咱若甲看下去，其实伊咧感觉啦，咧讲着咱的角色认定，甲即个接纳的即个问题。当你甲人中间若要发生一个关系，一个是要进一步关系时，咱的角色到底是如何？咱会当接纳家己，会当接纳别人啊袂？今仔咱所看的这个圣经节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5章27到32节。这里讲的是一个耶稣伊招呼一个学生叫做利未的这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记载伫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拢总有记载，这三福音拢有记载的。马太福音记载伫第9章第9节到13节，
马可福音记载伫第2章13节到17节。然后，甲咱今日看即个有关，即中间有无淡薄仔无共的所在。咱讲即个四福音就是共观福音，就是会当互相比较一下，共款代志的时阵，两个角色，逐个人的作者伊的对象无共款，所以伊写的重点无共款。所以咱若甲这若结合做的时，你会当得到更较清楚的代志。伫些所在，即段的是拄啊好有淡薄仔无共的所在。马太福音讲，迄个抽象的人名马太。但是马可甲路加讲，即个抽象人名叫做利未，到底是马太还是利未？然后咱个继续看落去，讲到耶稣，因为遮已经招耶稣叫伊讲，你缀我来，伊缀伊去啊，所以伊是耶稣学生，所以伊看耶稣学生12个学生中间，到底写什么人的名？敢有看到利未即个人？无看迄利未，但是有看到哪抽象的马太，所以伊理论上应该就是即个马太。然后咱看即个马太福音，其实即个马太就是迄个马太，就是伊就是抽象的马太，所以家己写伊家己的伊就写了非常清楚，写即个马太即个名字。然后佮中间是嘛，佮淡薄仔无共款，像咱较难去看着讲，伊这尾啊有一寡这无共款，其实袂造成咱的即个困扰，就电脑是互咱搁较丰丰富富的，当知影讲迄个时阵发生是甚物代志。咱来看见讲，即个圣经记载，头先有一段记载是耶稣伊伫加利利伫遐海边的时阵，伊伫遐招呼两对兄弟，就是彼得甲安德烈、雅各甲约翰，即两对兄弟招因两个是讨喜的，然后招因来做伊的学生。耶稣真大胆呢，伊要将这奥妙的代志，要透过伊这学生去传互世间人知影。伊所敬的毋是迄学问巴巴的这个人。毋是已经读过硕士、读过博士这个人伫，伊是迄个讨喜的人。伊要即个讨喜人知影讲，伊的责任非常的大，毋是要找因去要来讨喜，你要是要得着人，啊，要安怎得着人？敢若你咧掠鱼共款啊，你个望落去，人就来共款。哇，因就知影讲，安尼我就是有即个责任伫咧，讲你要得人如得鱼，这四个人就缀耶稣来行，然后刷落去就记载了今仔即圣经在。耶稣这代志了后是，伊看见有一个抽象的，这抽象名叫做利未。伊坐伫这个抽象的位顶头时，耶稣甲讲成缀我。安尼若定讲一句话缀我尔，这个利未马上放下所有的起来缀耶稣行三个动作，伊就将伊所有甲放下落去，然后有动作起来来缀耶稣行。咱看见的是这段中间的这个记载底下讲安尼来做，毋若安尼，这个利未毋若干那起来缀耶稣行，伊要庆祝。圣经无写落讲伊到底什么理由，但是阮想大概是伊是要庆祝伊会当缀耶稣，伊也会甲这个消息会当甲这个厝里人讲，佮甲伊的好朋友讲，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讲，伊就伫遐。第29节讲，利未为伊办的大宴社伫因兜，则特别写大宴社伫咧。华语版讲大摆宴席，但是伫马可甲马太中间拢无写安尼，敢若讲有宴伫这宴席中间尔。但是利未讲，伊伫我大即个摆即个宴社伫咧，请伊的这个朋友来。当你请的中间的时阵，遐法利赛人甲即个文士，就伫迄个时讲。为什么耶稣你甲这个甲伊学生讲？为什么耶稣甲这个抽象的人甲这个罪人三甲伫遐来啉食？原来伫以色列人因的这个规定中间，你要分别做事，你毋通甲外邦人，毋通甲这个罪人伫遐来食，你伫遐来啉食的时阵就毋对啊！你要分别性格啊，你才袂去互人拖歹去共款安尼。所以因为这个规定呢，因着伫迄个所在来咧。责备即个耶稣，甲伊学生讲责备。原来迄阵的制度，就是犹太人已经无国家，所以受到即个罗马政府管。因伫遐用即种纳税金的即种制度的时，是罗马人利用犹太人去甲犹太人收税金。但是因无办法像咱即么定了非常的清楚，5月已经到啊，咱开始报即个所得税时，你开始倒等于有一个表格，你就开始填我收入偌济，我支出偌济，安尼我就要纳偌济税。
迄当时无，迄当时大概想讲，我即区家己哩即区，我准备一年要收偌济倒转来，然后互即个收官，互即个抽用的，伊就开始去收，抽用开始看好野人收较济，善用人收较少，但是伊收的绝对毋是拄拄啊好落马人要伫的，绝对比迄较济，剩的就是变做伊的去。所以，因拢看即个抽用的人是一个安那咧欺负因共款同胞的人，看做因是即个罪人伫咧。甚至伫因的文献中间记载讲，即个抽用的人袂当伫因的法庭中间来做证人。啊，恁的讲的话，阮袂相信啦。所以你是看做罪人，即头一条规定讲，伫法庭中间拒绝即个抽用的人会当做迄个见证人。第二，伫因的会堂中间无接纳即个抽用的人。因袂当诚做伊的会员入来到伫即个会堂，所以通知影讲抽用伫即以色列人的眼中间，伊根本甲看做是甲罪人相共，甚至外邦人罪人抽用的即个人，其实是三个名拢共款是一个名意思，就是上帝所无祝福的人伫咧。毋若即个正人安尼看，因的经学师、因的宗教领袖嘛是安尼来看，因是较看做讲，因是无守圣经律法的即个罪人伫咧。当然来。他拄啊，咱讲要认捌人是，咱为三个方向来看，咱用即个来看，即个圣经在记载，咱来看即别人对利未伊的认捌是啥。头一个咱来问讲，伊看起来怎样？不要讲伊看起来是啥啦，是一个无遵守圣经的罪人啦。第二，伊做了安怎？伊做了无安怎？伊敢若会讲骗人啊，敢若欺负咱即个送用人啦，定？伊是一个讹诈。是送用人的即种抽象的。第三，伊有重要无？伊无重要啊！伊无伫咧上界好，无伊咱就袂去互即个去互伊欺负着。这是人的眼光。咱若要用这三个标准来看时，即个利未伫人的眼中是一个根本就是大人拢不爱插伊的即个罪人。伊若无上界好，即个伊家己看伊家己安怎？咱看中间无写着伊安怎看家己，但是伊要大演下时。伊请的人是啥物人？就是遐个抽象甲罪人。伊嘛袂甲别人甲遮其他的人意外要去互伊讨好因。伊嘛是甲遮伊甲伊共款的人相甲做伙伫咧。这是咱人看人的即种角度伫咧。但是咱若要看人来，耶稣看人是要安怎来看？咱看去讲，耶稣看利未无共款。耶稣看利未是安啊，伊会当拄起心灵破病的一个病人伫咧，伊是有病的人，但是即个病是安啊，是心灵的病伫咧，伊会当得到医好。第二，伊是一个罪人无毋对，但是伊是愿意悔改罪人。这就是耶稣到伫世间的即个目的啊。所以伫第路加福音第5章31节到32节伊讲啦，勇壮的人无欠命医生，若是破病的人就对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来反悔。无毋对，耶稣到伫咱中间的时阵，伊就是要来招迄个有罪人，因为咱拢是有病人，所以才需要医生。所以咱伫定定咱若咧有人咧传福音互人的时阵，你要听见人讲啊，你免甲我传无要紧啊，我根本就是已经做歹啊到无人通救我啊。恁毋知捌听见安尼？用这做理由来甲你讲，牧师捌当着几啊遍的，牧师就用即句话甲讲：勇壮的人无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遐好的人根本无需要耶稣啊，就是你感觉你无好才需要耶稣啊。就是耶稣来即个目的就是安尼。伊看利未人，伊看即个利未是安尼。你知伫耶稣的眼中利未有重要无？非常重要，因为耶稣呐，伊对耶稣的学生是非常的多，但是伊敢若经12个人尔。这12个人要从啥？要透过因向全世界来传福音，将耶稣的这好福音来传落去。透过因全世界全人类要来熟悉耶稣，有重要无？非常重要。利未就是这12个学生中间的一个。原来耶稣看利未。伊毋是咧参像咱看，伊讲伊看起来如何，伊做了是如何，伊品格如何，伊能力如何，有重要无？耶稣完全无照着咱人类的方式来咧看即个，因为耶稣看人的方式是啥物？是敢若有真第二讲，我若甲呼调的时阵，伊毋知愿意放下伊伫世上的这个羁绊来缀我无？
咱看见利未就是安尼，马上放下伊所有的，然后爬起来跟主来行。毋然呢，伊搁伫遐来请人去，甲伊遮好朋友拢请来，互人来认捌着耶稣。后来伊搁写一个马太福音，是四福音中间上较长的，伫遐写着耶稣伊的生平中间，伊的假释到底是啥物？利未军队耶稣了，真迹将即个学生的积分伫遐来写了非常清楚，伫遐来看。咱来回想讲安怎？利未即个人是抽象，伫以色列人眼中，即个是罪人，即个是吸血鬼，即个是大家看这无好。但是伫耶稣眼中是安怎？就互伊诚做12个学生中间的一位。人会看，甲即个甲耶稣的看法，哪会差别遐尼大点？那咱的时阵，咱的角色到底用什么角色伫即个世间？是，像就利未伊家己竞选，伊要诚做抽象的，然后当着主以后改变了，诚做是一个主的学生，是倒一个较重要？是上帝眼光看咱较重要，还是咱家己感觉咱家己是啥物？咱搁用一个例来看，咱知影以色列人，因当因出埃及了后时阵，因为旷野几啊10年，然后搁到伫即个占领着即个迦南地以后，迄阵拢总无国王。只有透过上帝、透过先知、祭司伫遐咧治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无发生这以色列人感觉讲，阮需要参像隔壁即个国家共款，有国王才对啊！阮拢看袂着国王，我拢毋知影到底是安怎，拢敢若听先知在咧讲哪定。因就向迄阵的先知甲祭司，就是撒摩利，伫遐来求讲，阮需要一个国王。撒摩利就甲上帝祈祷，上帝就回讲，你着互因知，伊若有国王的时会安怎？哇！撒摩利就甲因讲，你若有国王即个人，伊会甲你抽象，伊会甲你抽税，伊会派恁的囝儿去做啥物代志，做伊的代志，等等遮哇，讲足侪遮个王人的即种缺点的即个部分。但是听了后，这以色列人讲，我嘛阁是要治国王。耶和华上帝讲，互因无要紧，迄阵就去。高立一个人来做迄个王，记载伫撒母耳上卷第9章第2节。头一个王就是扫罗，这个扫罗呢，写要介绍这个扫罗，伊写伫第9章第2节讲伊勇壮好生做，就是华语讲又俊美啦吼，好生做，生了真好看。伫以色列人中间，无一个比伊较好生做。就是无一人比伊看起来遮尔好就对啦。伊的身悬比别人低一个头，你会使目睭起来想象安那，有一个人会当走在伫咱的中间，伫因的国家整个以色列中间，无一人参像伊遐尔好看，遐尔勇壮，遐尔将才伫咧。这人好啊毋好？伫人的眼光非常的好，但是继续记载落去的时，伊做王了后是发生一项代志。因要去烧祭的时候，要先烧祭。烧祭这个代志是祭司的代志。伊时间到的时候，撒摩利还未出现，伊就伫迄个时代讲安那，摕来我来做这个，我要来献祭，即献烧祭，甲献这个谢恩祭。伊就家己伫遐来做。做了后的时阵，撒摩利出现，撒摩利甲讲啥？讲你做了戆事，你得罪耶和华，你的王位不再搁久长啊。所以底下佫设立大卫王，扫罗王就伫迄所在无受到祝福。这是一个真明显，人看这非常的好，全以色列中间无一人比伊佫较好看，佫较安尼将才。这个人，但是到最后上帝眼光来看呀，伊的王位不再久长，因为做了戆事，伊无敬畏上帝。所以咱的角色到底是安怎？咱的角色认定是咱家己咧看，还是别人咧看？我看是更较重要，就是上帝安怎来看咱。所以其实咱的角色定位不在伫咱家己安怎看，啊嘛不在伫别人安怎看，咱的角色乃是在伫认知上帝安怎看咱。神安怎看咱，这才是咱上爱重要。卖有一首歌叫做《你是唯一的》，这歌词大家非常清楚啊。世界有你会更美好。
我袂啥人唱说唱安尼就好。但是即条歌大家知影，这歌词，这个歌是一个叫做 Michelle， 一个老母伊所写的。伊写的时是安怎？是伊的查某囝生落来3个月，发现讲伊有先天性的心脏病。第11个月时就开刀，红个啊11个月开刀开伊的心脏，然后甲伊一个手术，互伊好起来。当伊要面对这样代志时，伊非常的惊吓。但是伊也想讲无，上帝将这个查某囝赏赐予我，绝对毋是偶然的。伊嘛是上帝眼中的一个宝贝一个，所以伊就写这首歌的。伊讲上帝眼中啊，你是一个宝贝，你是唯一的。伫世界上，敢若你一个人若定，无人会当来取代你的。确实就是安尼。咱知咱世间即嘛偌济人的，照统计差不多60几亿，特别到70亿，佮加上过去已经过往遮个，佮你几啊条。我会遮人伫咧，敢有一个人完全共款无？完全无一个人完全共款，甚至相生啊嘛毋是完全共款。面看起来敢若真成，但是伊个性嘛无共。绝对会咱分别出来因两个无共款所在。每一个人的出世毋是偶然的，是上帝亲自伫遐创造的，毋是偶然佮亲自创造，佮一个拢总无共款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讲每一人拢有伊的角色伫咧。问题是咱知影咱的角色，毋是咱家己认定的，毋是利未家己认定，我就是要做抽象的。无当迄个呼召到的时阵，伊就去讲做耶稣学生。毋是扫罗，即个扫罗本来也认定讲你来做王，但是伊伫迄所在违背了，伊无认捌，无敬畏上帝，伊毋知影伊的角色到底是如何。伫迄个所在，伊的王位不在久长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唯一的，是伊眼中是一个宝贝。咱毋知知咱的角色是啥？上帝既然生咱唯一的，佫是一个角色伫咧，那即个角色到底是如何？咱要知影这以前，咱先知影别人嘛是安尼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恁若知影讲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眼中的即种唯一的一个时阵，咱就要去尊重别人。咱当然要尊重别人，伊的角色，上帝角色中间是啥，咱毋知。但是咱知上帝甲伊中间自然有即种关系，伊爱去熟悉。但是我爱尊重伊，上帝毋是创造别人是无路用，有路用伫咧，所以我得去尊重伊，我得去接纳伊，我得去听伊，因为伊嘛是上帝宝贝啊。所以你想看，你会将这人际高手，你当然人际因为你尊重别人，你袂看无别人，你会接纳别人。但是上时倒转来看咱嘛是伊的即个唯一来创造的，所以你全人类中间是只有加你一个尔啦。但你即个你的身体变对你的角色当认知，你只有倒转来甲上帝有一个真正确关系，你才知影你的角色是如何，你的命定是安怎，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是甚么，你要来对伊。今仔日你毋是偶然伫即个所在。上帝佫一摆伫遐来呼召，甲咧呼召利未人共款，伊佫一摆来呼召你缀我，利未马上放下一切，起来缀耶稣。咱有办法安尼无？你讲我毋知要放下甚物啊？而且甲人讲，你要放下物件非常的多，你要放下你的传统，你伫台湾的所在，你有真侪即民间的即种信仰的束缚伫咧。你有真侪惊吓，因为以前这信仰是互咱是一个惊吓的信仰，是带来这种恐怖的，毋是像讲这疼的信仰。你有真固执的，我就是要安怎，我就是要安怎，是一个人单纯的一个这种真固执的。你有怀疑的咧，你甚至讲你有限的知识，你伫遐要来分析，讲这个敢是这个神敢真正是啥安尼，用咱真有限的这种智慧，伫遐要来理性伫遐来分析，这拢是咱来放下落去。因为若讲到伫信仰的时候，这是关咱一个暂处伫咧。人甲上帝中间是完全是无共款的。你要安怎会用人的知识去熟悉着上帝的这种智慧伫咧？无，所以你只有用一个方法啊，单单来接受，单单来跟地来点。
当你听见参像利未听见一个声，利未前咱拢无讲到，利未讲我以前伊就有听见一个人叫耶稣，当伊来时我就变无，我相信伊迄个心态是安怎，我是罪人，我伫阮的百姓中间完全无受接纳，我毋是真快乐做这样工课，我真毋望会当来脱离，但是我毋知要安怎脱离，到底我要去做啥物？当有一个人，伊来甲我呼调，讲来缀我。伊看见是啥？是一个愿望伫迄个所在，伊就伫遐放下一切，起来缀耶稣。今仔日到时共款有一个呼调伫到伫你的面前的时，你今仔头一摆来，头一摆听见福音主义，咱毋望带咱头一摆让进到点。你头一摆听见哦，原来是有一个主耶稣，伊就是上帝独生囝，伊到世间人就是要咱知影讲耶稣的上帝安怎疼人。伊知影咱人有罪，透过耶稣的牺牲，互咱的罪得到洗清；，佮透过主耶稣，咱会当甲上帝更好。这就是一个呼召，甲咱中间，你愿意来接纳耶稣，成做成做你的救主。你的回应到底是啥？当你的回应若是愿意来接受主耶稣，你甲上帝这条线就连起来，你才有可能去知影上帝伫你心中的命定到底是如何。你这命定，你来知的时阵，你就真正活出你的人际关系。你毋就愿意来回应讲耶稣的这种呼召啊？你愿意来跟对伊无？你愿意有主耶稣成做你生命中间的救主？愿意来帮，互你成做这个帮助。咱可能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以上拢用咱家己认定的，咱应该做啥物来决定咱头前路站。但是毋通袂记咧，咱人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创造你有伊的目的伫咧，毋是你家己认定的即个目的伫。你免来知影你的目的是啥物？你甲主有亲密的关系，伊就互你知影。你免安怎甲主有亲密的关系？当你接受主成做你的救主的时，伊掌握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和伊的关系就结连做伙。你得让哪来哪明白，你活伫世间的意义是啥物？你得让行出来，你的人生不再是一个无意义的。但是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常常碰到足多试探伫咧。主耶稣到伫地面上要伫遐来传福音，伊嘛碰到试探啊。这试探是魔鬼对伊的身心灵的试探伫咧。但是耶稣安怎赢过迄个试探？伊拢讲圣经记载安怎？主耶稣伊无用伊的智慧伫迄个所在来抵抗这试探。伊拢讲圣经讲什么？所以咱要认定咱的角色，以及咱要伫咱即摆这现在这社会中间，咱要活出咱的人啊，倒转到伫圣经中间。你会去当着试探，你有可能对你的角色无真清楚，你也要知影圣经记载非常的清楚。当你甲上帝有一个、甲主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时，你对圣经中间领受就知影，我要成做主的囝儿，我爱安怎时。你就甲上帝关系愈来愈亲密，愈来愈亲密，你就愈来愈知影主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伊的命定是啥物。然后你就会当成做一个人际歌手伫咧。所以伫时要祝福咱所有的人，你来当回应伫主的这种呼召，你得当明白家己的角色，你得当成做人际歌手，咱就有机会会当将主的好消息来报人知。那这礼拜咱有小组。咱小组中间有些三个题目写伫这个所在，伊也咱会当三个来讨论。因为耶稣也当呼召迄个人看无即个利未，安尼耶稣要安怎对待你？你人讲家己是一个无路用的，家己是大人看无，已经无药通救无。耶稣连这所有伊斯兰拢看做是罪人，伊嘛重用伊，成做12个学生之一。耶稣既然尊重这就招呼正人看无的，咱就要安怎去？招呼咱所接受的这个人，毋望这小组的讨论会当真正成做咱的帮助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你听当阿爸悲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透过今仔日这圣的在，阮阁看见一摆，人看这无好，人看这是罪人，人看这是这个吸血鬼，人看这拢无爱甲伊相甲做伙，主耶稣重用伊。成做12个学生中间的一位，原来阮人看做好的，亲像扫罗王，但是到最后，伊却成做
上帝所无祝福的人。阮要知影阮的角色，毋是阮家己看做如何，嘛毋是别人看做如何，乃是主你认定阮的角色是如何。阮会当活出来主你创造阮的目的的时阵，阮的角色就确定。当阮的角色确定的时阵，阮知阮别人嘛是主你眼中的一宝贝，阮就会当尊重着别人，用安尼来做出发点，阮甲人的关系就会当建立正确的关系。阮就有即个机会，会当来做见证，会当将主你的福音来传出去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也求主你柔软今仔日伫阮中间头一摆到阮中间的遮个人，互因会当开因的心门，互因听见主耶稣的即个呼召，因会当亲像利未共款，伫遐马上放下一切，然后起来替主行。主你的救恩就到伫因的中间，愿主祝福。也愿主来带领，献上阮的感谢。只是阮的也要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你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